二个，是为特法圆满的部分。是为特法圆满分二，5种自圆满，5种他圆满。5种自圆满，当然5种自圆满就是从自己方面需要圆满的5种条件，跟还有呢依靠他人所要圆满的5种条件。这当中来说到，就是5种自圆满的方面来说到，第一个是所意圆满、环境圆满根德圆满、利乐圆满、信心圆满，要具备这5种条件。那么所意圆满呢，就是对境的部分就三宝所意。环境呢，就是在修持佛法的环境。然后根德圆满呢，就是自己的内心就是根德，意乐、信心这5种圆满。龙树菩萨说，得人生中根具足，业绩无导性佛法。若为获得人生，则不能执欲佛法，而如今已得暇满人生，故所依圆满。如果生于无有正法的边壁地方，则不能执有正法，而如今生于佛教兴盛的中土，故环境圆满。我具足诸根，则将成为修法的障碍，而如今无有智力过患，故根德圆满。如果业绩颠倒，则经常行不善也违背正法，而如今对善法升起信解，所以意乐圆满。如果对信心的对境佛法不起信心，则一时不能去入正法，而如今自心已去入正法，所以信心圆满。这5种圆满是观待自己方面应该具足的，因此成为5种自圆满。那么这些方面来说到，就这5种是必须得要在自己的方面圆满的条件，5种条件。那么这个以上的这些来说到，就因为这里面写的也非常清楚，也上面也是解释了很多，所以就这个方面今天就不需要特别多的解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那个所依圆满的部分，解释都是在这个里面都是有带到。所依圆满的部分是要想修持真实正法，必定需要获得人生，所以这些都很清楚嘛，不用特别多的解释。若为获得人生，虽然3恶趣中最好的是旁生，但现在实践那些形式美妙、价值昂贵的旁生，无论被认为多么好的，可是你对他说，现在如果你念诵一番阿曼的本美哄便可成佛，他却既不懂信诸的此句，也不了知意义，更不会讲话，甚至现在动词也只能低头忍受。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呢，讲到的就是旁生。为什么说下3道之中最好的是旁生？因为这个来说的，根据这3个地狱恶鬼出生这3个道中的众生里面，他们都是算是比较痛苦的，但是痛苦有大小的区分，寿命有长短的区分。所以呢，就是地狱中的寿命是最长，痛苦是最痛苦的。恶鬼比地狱来说的就轻松很多，寿命也短了很多。那么从恶鬼跟出生这2个分别来说的，那也是出生的这种痛苦跟寿命都短很多。所以呢，就是痛苦的人寿命，痛苦的众生寿命越短越好。
就像一个人坐牢一样，坐牢的时间是越长，那不会有人说哎呀恭喜你可以坐牢那么长时间，没有人这样说嘛。越短觉得就越好，那肯定也是这样的。所以就像这样的道理。但是这个下三道之中呢，就是出生是算是最好的，而且这个出生旁居的地方，所有的出生所住在的地方，就是在大海当中我们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这个深海里面的看不到的很多的出生啊，那么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痛苦，那么互相残杀，互相就是用把它那个怎么说呢，捕食的有各个方面的痛苦。但是我们人间所看到的这些形式美妙的意思是什么？就相当就是老虎也好，狮子也好，很雄伟，很美妙。然后就还有那个豹也好，还有各种，就像那个怎么说呢，孔雀啊等等各种非常怎么说呢，有美丽的各种各样的动物，而且跟大象一样有价值昂贵的动物，这些全部都是价值昂贵，而且也是那个很有威力的。一个大象，如果是很多人去对付一个大象的话，人没有各种各样的智慧的情况下，就很难对付一个大象。如果人没有智慧，善用一些工具的情况下，100个人今天去真正的对付一个大象的话，那也我觉得可能很难对付一个大象。所以就像这样的区别，但是也是从这个修持佛法在解脱的道路上来说到，就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对于一个出生，我们今天叫他，你直接念一句观音心咒，阿弥陀佛红军，你直接可以成佛，他也不会念，而且也不会懂得他的每一个词句的内容，而且也根本就从概念上不会有那如果是直接解脱的话多么殊胜，连这种的想法都没有办法再升起。所以呢这个方面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然后一个这里面就是在佛智中国界比对的一个出生呢，就是在相当于一个动物，就它今天冻死，如果是一个出生它变成没有行动能力的情况下，比如说它的脚或者是手什么受伤了，那真的就是它冻死或者饿死，就没有想出任何其他的办法。那么是一个人的话就会有各种办法的，相当于就是我在一些视频里面就是报道的，就有看到一个人就是那个2个手都没有，手臂都没有，但是他刚是靠双脚就照顾自己独自生活的就很好的。因为什么？就是靠他的智慧然后就是练习用脚来做饭、洗脸、化妆然后就是所有的就是2个脚可以有2个脚的这种功能以外，它就可以代替2个手，这就是人类众生的智慧啊。所以跟其他的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就不要说是解脱的这个道路上修持这个善的智慧以外，刚是在实践法方面，为了养活自己的方面都是有那么大的区别。所以就是有些陷阱里面捕猎的那些猎人弄的陷阱，有些呢就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贴饰，一勾进去的话，就是也许可能是勾到的就是他的脚或者是他的手那个前脚跟后脚或者是脖子。那么一个人的话就非常简单不会伤害就马上可以解除就可以走了嘛。但是一个动物来说的话，就只好在那边等死，都没有办法解除这个限箍，所以就是很笨。所以他这边所讲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出生的这个区分。我看一下到哪里了就没有人的而不知道想任何其他办法。若是一个人无论多么脆弱，
起码也知道去圆洞和树下捡柴生火、烤火取暖。但是庞生却连这种本能也没有，更何况说思维修法呢？天人等虽然身体极为善良，但是却不能成为具象别解脱界的法器，所以其相续不具有获得圆满佛法的机缘。环境圆满，这个以上就是人类跟天人或者人类跟畜生之间的这个分别。然后接下来要讲环境的部分。环境圆满，所谓的中途可分为地界中途和佛法中途。地界中途总的来说，南瞻部入中央印度金刚座是贤解千佛成佛的地方，据说空劫也不会毁灭，并且远离四大的损害，宛如空中玄筒一般。中央有菩提树岩石。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主要是中途，什么地界中途是印度金刚座当初在释迦牟尼佛以及贤解前佛成佛的是个圣地。它呢就是严厉了地水火风雨自然的灾难的一个这样的殊胜的之处。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我们接下来将那个观想那个无常的这个课程当中呢，就又解释的更清楚一些。那么最后就是在那个最后那个整个的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它就是还是在悬空所存在的这个部分来说到，今天不需要特别多的解释，后面会出现的。那么以金刚座为中心的金刚座是那个菩提伽亚的，现在有那个正觉塔的，再有那个菩提树的那个佛陀成佛的那个地方的地名叫金刚座。金刚座为中心的圣地，诸城市，印度诸城市称为地界中途。所谓的佛法中途是指佛教正法所存在之地，无有佛法存在的地方称为边地。因此从以前佛出世以来到佛法存在之时，印度既是地界中途，也是佛法中途。但是据说现在那是作者所处年代，就是在这个巴楚仁波切，这个的作者是巴楚仁波切，巴楚仁波切所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时代，主要所讲的就是那个时代。但现在也可以说，就是当初就是佛陀在印度的时代呢，就是在印度金刚座也好，印度的很多地方都是佛法非常兴盛的地方，所以就印度是非常殊胜的地界中途，也是佛法中途当然后来呢，就是有很多的在印度的这个怎么说呢，佛法就是有很多兴盛跟衰落的很多的历史，所以就后来可能是在巴楚仁波切所写这本书的那个时代来说到，就印度的金刚座也是相当也是被外道的人所占用，然后就没有什么佛教的。那现在来说到，就那里有没有佛教？那这个也是相当也是可以说是有佛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佛界中途，可以这么讲。因为现在就是每年在那里有举行很多的殊胜的法会也有寺庙也有那个
如果是那里的一个人想要修行的话，也是很容易得到佛法的这么一个时间。那很多的这个佛教的信徒也是在那里可以做很多每年的这个供养也好，布施也好，在自己的功课也好，各个方面，那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有佛法的这个佛法种地，也可以这么讲。被外道所占。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无有佛教，所以也成为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成无有正法的边地。此学艺藏地，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西藏的。那么藏地学艺，因为这个瓜州仁波切是西藏人，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藏地是有佛法的时候，就非常兴盛的时候。在佛陀出世的时候，我有很多人类众生的存在，因为那个时候呢，佛陀出世的时候，在印度传法的时候呢，就是藏地的话，就是人类众生也比较稀少的时候。那么就是据说在历史的一些故事来说到，藏地的很多的山跟山谷都是很多的水，湖水。那么那个时候很多的湖水，所以就是人类众生所生存的空间也比较少的。所以后来慢慢那些湖水都是干了以后，干旱了以后呢，就是会人类众生也越来越多的这种一个西藏的历史上有这种的一个人类就是比较少的说跟比较多的说的有些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就这里面所讲的佛陀所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相当就是在2000多年前的这个接近3000年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上，那个时候呢，就藏地也并不是说是那么多的人类众生。并且佛教也未得以弘扬，所以称为边壁藏地。那个时候呢，藏地就是一个边地，没有佛教的地方。后来人类众生逐渐增多，出现了许多圣者发生的藏王。拉多多人年赞时期，百遍忏悔经和神塔小像一模降落到王宫上，此为正法的开端。根据当时授记，在过5个朝代之后，会有人了知经重汉译。那么那个时候，虽然就是这个经典跟还有就是印佛像的那种小擦佛像的这个模具，就是降落了王宫的这个上面，但是呢，就是并没有人了解那是什么个东西。但是空中出现了一个声音，就是说，再过5个朝代以后，会出现知道这个内容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数记。相当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西藏的这个佛教的第一个缘起。大悲神尊观音菩萨化现为国王松赞干伯那当时松赞干伯，那松赞干伯的时期呢，就是派遣义士团门桑布扎是前往印度学习声明文字，创立了藏文字，结束了西藏没有文字的历史，并将21种观自在经序及玄秘神物等翻译成藏文。依靠法王的众多神变以及大乘噶尔东赞的种种智慧善巧，迎娶汉地及尼泊尔的2位公主为王妃，并将佛陀的代表2尊释迦牟尼佛身像等许多三宝所依引请到藏地，就是现在拉萨大昭寺里面的释迦牟尼佛，12担身像的释迦牟尼佛，据说是当初是在印度
菩提伽亚的正觉塔里面。那么它本身就是来自有天人的这个从天上下来，在人间的时候，第一个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印度的那个菩提伽亚的那个正觉塔里面，利益了许多印度的众生。后来呢，就是印度的一位国王跟汉地的一个国王，他们两个就是在生日的时候就互相送礼的时候呢，印度的国王呢就是把这个佛像呢就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国王。那么在这个后来文成公主进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国王把就是佛像呢就是送给文成公主然后带到那个藏地。后来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同时尼泊尔的那个迎春公主也是进入了藏地。两个公主都是作为藏王直松的那个桑赞干布的王妃的时候，那么就开始在西藏拉萨就有了三宝所依。三宝所依就是有大昭寺跟正觉寺，在这两个寺庙经堂都是在西藏拉萨开始就是有这些经堂跟佛像。那么从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有了真正的三宝所依拉萨大昭寺为主的正知是正觉寺，当许多寺庙开创了正法。到了第五朝代天子藏王赤松之战时期，引起了三帝无与伦比密著大智密者五经莲花生大师等108位班智达，建造了桑衣不变、自成大殿等生所依的寺庙。大意是毗罗遮那等108位义士学习翻译了印度圣地十分兴盛的所有经序论为主的语所依。所以就三宝所依是声语意三种分别于是其人出家创立了僧团，意所依。那么这个来说到一开始在桑义建立了寺庙，然后在莲花生大师以及金明大师说传佛教传讲佛教的时候呢，就在11位西藏人出家从那里开始呢，就是有僧团的开始，有僧律的开始。当时佛教十分兴盛，犹如阳光普照大地，流传至今。虽然经历了以西来的兴衰，所以就是有很兴盛的时候，也有很衰退的时候。那么那个是讲到就是从一开始佛教在西藏道，那么在华智仁波切所写这个这本书的那个时代，从那个时代到现在来讲的话，也是在西藏的佛教是有兴盛的时候跟衰退的时候，那么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反反复复的时候。那么这一切也是根据很多众生的共同的因缘福报。像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在改革西藏跟文革期间说在死去的那些所有的众生来说到，西藏的人类众生来说到，也是一个人死了也是没有人帮他修法那么在做一个佛教的仪式，点一赞书有灯的机会都没有。那么整个的西藏变成没有佛教的一个这样，佛教非常的衰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但这个时间来说到就不是很长，就是相当就是长达就是20-30年的时间那么在20-30年的时间又恢复到现在来说到，现在还是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时代。所以就在那个时代的众生跟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就不一样了那么将来以后再慢慢下去的话，也是有历史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人类众生可以就像西藏的人类众生可以修持多长时间，这也谁都不好说。这一切都是根据
相同的因缘者，相同的时候会出现在一个同一个环境里面，就感受这种相同的这种果报。就像现在这一次出现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新冠病原的这种问题也是一样的，在相同的人在一个区域里面出现了，那么就是感受这样的果报。然后，但是也是相同的因缘者，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他也不会放过的，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要感受这样的。那么这里面就是也没有什么地界的分别感，什么区域的分别，身份的分别感，那个怎么说呢？那个你是东方人、西方人，语言跟国家都没有什么分别的，就是终身的因缘相同的时候，就是同一个世界必须得要感受这个痛苦，所以就终身的因缘就是这样的。那么佛法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佛法的民族是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南传佛教。那么汉传佛教主要就是在中国，那么藏传佛教主要就是在西藏，但也是相同因缘者，有很多的西方人也有接触到藏传佛教，学习藏传佛教，很多个西方人也接触到汉传佛教，东西整个的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人有相同的因缘者，也是同样的有接触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小乘佛教，都是不同的大的区域，就是一个大的区域，但是也是分别有很多相同的众生分散出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接触到。一个时代当中呢，就是有接触到佛法，就是因缘就是这样，有殊胜相同的因缘，这一个时代里面都能够可以接触到一种怎么说呢，殊胜的因缘所以佛法的衰退跟佛法的兴盛，也是有根据我们众生共通的福报跟因缘。自本作人着康中